讲道，题目是苏醒，王志祥神学生。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要对彼得甲门徒的故事来思考。为什么一群欢喜跟对耶稣的人，逐日甲耶稣徛起，做伙生活，总是听伊讲话，却听拢无？才拄认耶稣是基督，却马上变面，随要来阻挡救主救赎的计划，而且是对主来下命令。总是咱知，耶稣是义爱甲人斗阵，阁好斗阵的人。伊敖了解别人的心思，阁敖用简单的比喻来讲话。那安尼，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还未分享今仔日信息的大心，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爸上帝，感谢你赏赐万项物，阁互阮通来朝见你的面，求你暂阮认捌你，将你的言语藏伫阮的心内，阁讲帮助人的话，无拍花信心的火，就看无家己来跟对你。当阮听你话语的时，求你赏赐阮智慧来了解，阁欢喜来改变，互阮的心神觉醒，灵魂静用，行伫你的路，见若走错的时，就会越倒转，直到永远。奉耶稣的名来求，阿们。亲爱的兄弟姊妹，今仔的经文记载伫马可福音书第8章27节到38节。这通分做3个部分。第一段，耶稣大声甲门徒问讲：人讲我是几罪？接续，伊阁问因讲：若是恁讲我是几罪？耶稣安尼问，上主要的是爱知伫因的心肝内，伊是几罪？因为这个学生就亲像彼得伫第10章对主所讲的：“阮已经放下一切来对你了。”咱通了解，因毋是翘脚捻喙手，阁营营无代志做的好野人。因拢是爱拍拼，才通过三顿的普通人。要人有家庭爱顾，就亲像丈夫互耶稣医治的彼得。咱若通了解，伫因的心肝内，耶稣是之罪，就通知因到底想要对耶稣来得到什么。伫因艰苦过日的时代，一群人竟然欢喜放下一尽所有来跟对耶稣。因爱得到的是什么呢？若是阮，会有什么款的事，互阮甘愿来死头路？亲像这个学生，也才坚持要放下一切。当耶稣甲因问，彼得应讲：“你是基督。”共这个故事伫马太福音书第16章，当彼得回答：“你是基督，永活的上帝。”
的囝，耶稣应伊讲：“你真有福气，因为甲你启示的，毋是人，是我的天父。”各位兄弟姊妹，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囝，是上帝。这句是咱早就知的。那安尼，为什么耶稣爱特别对彼得讲：“你真有福气”，而且提醒这个启示，毋是对人来得到，而是出自天父啊！这就甲迄当时犹太人对基督的理解有关系。基督这个希腊文就是希伯来文中的弥赛亚，伊原本的意思是受抹油的。伫旧约的时代，就是讲先知、君王甲祭司，总是上主要是爱称呼上帝所差派来世间拯救万百姓，上尾会用公义甲和平治理万邦的王。对迄阵国家灭亡已经久久的犹太人，除了咱所认捌迄个信仰的救主以外，基督阁有通拯救因脱离外邦治理的迄个政治君王的意思。咱若回头看，伫扫罗做王进前，以色列百姓是换年啊毋望有一个王。后来，当所罗门王过身，国家分裂了后，北边的以色列甲南边的犹大，阁接续灭亡。所以，毋望有一个王来引带因建立新的国家的毋望就阁较深啦。安尼说明，通帮助咱较了解第二段的经文。伊是安尼讲：耶稣就教示因讲，人子的确就受侪侪苦楚，或者的长老、祭司头经学士气杀，阁受害死。过3日就阁活。耶稣用这个话明明甲因讲，彼得看来责备伊，总是伊活转身看伊的学生，就责备彼得讲：“撒旦，褪去我的后面，因为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这段经文是耶稣头一摆甲耶稣讲，伊将来要受死，而且会阁活的代志。结果，彼得竟然随甲耶稣责备。这个责备，甲耶稣责备彼得是撒旦的迄个责备，是同一日。而且，除了责备的意思以外，还阁有命令、警告的意思。这个字也甲耶稣伫加利利海的船顶责备风甲海，风涌就停的迄个责备是同一日。彼得太会随甲耶稣责备啊，有遮强的反应，要甲阻挡，无爱互伊受难咧。这是因为彼得甲耶稣看做是迄位通拯救犹太人脱离外邦统治的政治君王啊。耶稣若死，伊会出头天就无去，伊所放下的一切就拢空空。这款对耶稣的认捌甲期待，
耶稣若是做王，家己就好康的通体毋望。同款伫马可福音第9章，学生争论之最上大，也是第10章，雅各甲约翰去恳求耶稣，当伊应邀做王的时，互因两个兄弟，一个坐伫正边，一个坐伫倒边的故事，来得到证明。兄弟姊妹，若是今仔日的经文，干那读到遮就停，咱有可能为着遮的学生的信仰来烦恼。总是第3段的所在，耶稣就叫证人甲伊的学生来，甲因讲：若有人爱缀我，就着看无家己，举伊的十字架来缀我。因为囝若爱救伊的性命的，要失落伊；囝若为着我甲福音来失落伊的性命的，要救伊。人若得到全世界来丧失伊的性命，有啥物利益？因为人要出啥物来兑换伊的性命？耶稣伫遮所讲的，有一个真重要的字，就是看无家己。看无就是否认、放弃、拒绝的意思，就是爱咱否认家己、放杀家己、拒绝家己，而且这是一个命令。这个字也拄好，甲耶稣受掠迄暝对彼得所讲：肢体2摆的大声，你要3摆毋认我的迄个毋认，同一字。耶稣伫遮显明，为当互灵魂甲天上重要的，就是看无家己。只有安尼，才通自神看耶稣，刷开迄个隔离咱甲上帝阻挡，就是掠家己最重要。所以，只有看无家己，才通互上帝成做咱的上帝，互咱的性命换新。故事讲到遮，门徒所放杀的是因的事业，这是掠家己最重要，为着爱得到搁较好康的，才安尼来决定。总是耶稣爱咱，看无家己，却是爱互咱性命得到换新的稳定甲邀请。原本门徒跟对耶稣，较毋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干那是为着因爱得到的，而且这项事上重要。所以，就算讲耶稣用真简单的话甲因讲，因也捌受派去赶鬼医病。佮见证耶稣甲臭耳人的下狗医好，五块饼2尾鱼，甲互查某囡仔佮活，遮尔侪新热，因犹原袂当了解耶稣的心意。虽讲因的灵魂也袂觉醒，上帝犹原欢喜，甲彼得启示，互伊知耶稣就是基督，
是上帝的囝，就是上帝。这是超过伊所理解迄个君王。即同款是马可福音，听世间人拢知影的事，也是咱在座拢知的答案。虽然因袂当了解耶稣的心意，耶稣敢有甲因气杀嘛？无，耶稣无气杀因，因为耶稣捌因，在因爱对艰难来得到讨棒的愿望甲需要，亲在因为着这项已经放下一切，独独来跟对伊，就保护等待，直到因甲醒来回头，而且阁继续甲因相同行。各位兄弟姊妹，彼得的故事，无论是被耶稣责备是撒旦，也是当伊甲雅各、约翰、甲耶稣、以利亚、摩西相拄的时，搭三个布边会提伊建议，这拢是通见效的事。为什么这个见效台这尔啊详细记载伫马可福音内底咧？是要互伊歹看，也是有别个意思？这佫是虾米人的计划咧？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马可福音书是头一本的福音书。马太甲路加福音拢有真侪是参考马可福音书来写的，所以马可福音书才写甲上坦白。而且马可福音书的作者马可，伊是第二代基督徒，伊毋捌甲耶稣相拄。伊是彼得的后辈甲秘书，所以伊写的资料就是彼得甲伊讲的。毋那安尼，照圣经的记载，彼得、约翰甲雅各因三个，是耶稣12个学生内底上重要的。也对安尼，天主教会就因为同款的这个故事，伫马太福音第16章所讲，耶稣将天国的锁匙交予彼得，就安尼任伊做耶稣伫世间的代表。第一任的教宗是上大的门徒。各位，咱一般人若是有见效绕开的事，拢无爱互人知。为什么彼得遮尊贵的门徒，阁来交代马可，甲遮的事写落来啊？若是咱来读《使徒行传》甲彼得前后书，看伊怎样兴旺福音，阁为基督献性命，就通知伊的改变是偌尔大。虽然彼得跟对耶稣的日子，也有被指责的时，总是伊犹原跟对耶稣，无气杀伊。彼得伊家己讲，信心爱经过试验来得到清气。佮讲为着义受苦楚是有福气的。上时也讲过，因为听是遮坎最罪挂的金句。
伊提醒咱，主就是宽容咱，毋爱有人沉沦，是爱人拢反悔。就是为着互人得到救，彼得甘愿报人知，伊捌有偌见效。为着证明微微软弱，亲像伊的人，犹原通看无家己，也家己的十字架来缀耶稣。就算讲爱为着耶稣受死，也阁有平安甲喜乐伫伊的心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啊，咱跟对耶稣到底是要得到什么呢？你跟对耶稣到底爱得到什么？正门徒逐日甲主耶稣徛起，总是因干那注意因所爱得到的，就看袂清，就听袂明。就算讲国外的主向因显现，甲因安慰讲，毋免惊，愿恁平安，因犹原失望，转去掠去。因未了解，主耶稣要想事的，是赢过因所爱得到的。原来因所爱的是暂时的，耶稣陪伴的却是永远的。等因回心转意，看无家己的时，灵魂就静应。就对五旬节开始，就算讲爱为主来死，也无法度阻挡因顺探基督，互基督做王的愿望。列位，看无家己是一个决定，决定互上帝做咱的上帝，是行伫一条道路，互上帝来引出的道路。有一项困难，就是无过倚靠家己，独独倚靠上帝，伊所想事的困难。这虽然艰难，我毋免惊，因为上帝讲：有我的恩，你就够也。因为我的困难是伫人的软弱来得正。亲爱的兄弟姊妹啊，主耶稣甘愿为咱看无家己，你甘愿为主看无家己？主耶稣甘愿为咱，互性命无过家己掌权。你甘愿为主一生无过家己掌权吗？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讲阮爱你，当你爱阮看无家己，阮的心就丢除，因为这正经是艰难的事。总是你为互人的心神活起来，为互人有智慧，为互人的心欢喜，为互人的目睭光明。当阮少年伫众人面头前，甲你所定永远的约，就有你的声对阮讲：大山会散开，小山会移散。独独我的主爱，的确无离开你。阮就亲信，你要保守阮，
为着你来我，直到迄日。为阮受苦楚的主耶稣，愿你的旨意伫正，行伫阮的性命，亲像伫天呢。奉耶稣基督的尊名求，阿免。